能活着就好。哎，大人，别过去！快走！一边去！走，大人。什么意思？大人是想查抱月楼？你听谁说的？不，我可没说啊！这大人死而复生，到这种地方来见我，总不能真是看上我了吧？我就是一普通女子，除了抱月楼，身边都是平常人、平常事。那这抱月楼又有何不平常？抱月楼新开不久，已经收拢了京都各家花魁，都是最赚钱的招牌，每家都有靠山，可从来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，这不平常。可否请三姑娘帮个忙？桑文也想求小范大人相助，可以谈。那大人先把银票收着，我才好开口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大人先问吧，说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便不会开口了。三姑娘倒是清醒得很。我这种身份，再不清醒，那真是没救了。抱月楼东家是谁？不知道，我从进了抱月楼之后，从未见过东家露面。那我换个问题，有没有在抱月楼里边见过一对母子？孩子大概6、7岁左右。也没见过。大人想找的人，应该不是自愿进抱月楼的吧？不是，是被强行带走。他们抓来的人，我们都没有见过。若真有这对母子的话，应该和那些人都关押到一起了。关在哪？没人告诉过我们。新抓来的是谁，我们也都不知道。哦，前几日有一个丫头被打得狠了，夺路跑到了前院，还撞上了我。如果那对母子真的被抓，她或许见过。这姑娘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好像姓金，她爹是个卖菜的。三姑娘，该走了。知道了，换好衣服就出来。哎，等等，你还没说想让我帮你什么呢？我的消息有用，十分有用。我想离开抱月楼。这会儿跟着我有危险，不过倒也不是不行。不是现在，只要我的卖身契还在楼里，我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身份。那我帮你赎出来。不敢让大人破财，赎身的银子我自己有，我只想求一个可以自赎的机会。有钱也不能自赎。我是被刀刃加身强逼着签下的这份卖身契。逼良为娼啊！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能一手遮天的。别说见过我，等我回来救你。不急这一时半刻，先等大人活过来再说。殿下，这几日的追思会，所有人名单都在这儿，未见范闲露面。王启年家有什么动静？动静倒是没什么，各地方我也安插了人员看着，只有母女2人进出，未见他人。是不是范闲未到京都？咱们再等等。等不得，小范大人至此生事已成，如若这时让他重回使团，这机会可就不好再寻了。可是人没出现呀。吴九，你知道这世上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吗？哎，金榜题名。
是一家团聚。你知道一家团聚的前提是什么吗？得先有个家，得先分，才有聚。吴舅，去把王启言的妻女请来，我想看阖家团圆。是。就等着被感动。哎呀，我都打电话了，就是这条街。一会儿，这抱月楼负责采买的车队就会从这块路过啊。记住啊，最后那家车里边有点菜筐，那筐子里边菜呢没有封实，但能藏人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来了。哎，儿啊，有没有这个3岁银子呀？银子这么些个，快快，我的！哎，那边有银子，怎么了？别抢，是我的！这个快啊！小心我的货物！往里走，这个位置。往里走，小心点啊！老六，这几辆马车一辆一辆给我认真检查。好嘞，好嘞。队长慢走啊！我见过你，我不认识你。你上过台是不是？哥爷，再给个机会，再给个机会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再给我一回。就这么想进去？比我命都重要。你也不年轻了，注意身体吧。无所谓，只要能见到我女儿，我怎么样都没关系。你女儿在抱月楼，为什么？为了500两。你卖女儿？我再混账也不干这种事。那是俺家丫头为了替我还菜钱，她把自个儿卖了。还菜钱？买什么菜能欠500两？是卖菜。那工地采办菜蔬的代工工从我这边收菜。等会儿，你是卖菜的，姓金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放这边，放这边。好，都放好了啊！别弄坏了，别弄坏了。我去拿纸机。你刚才说你给宫里送菜，这好事儿啊，旱涝保收的。可是戴公公要收孝敬，节庆、生辰这都不能弄。上次生辰，
我实在是没钱，被戴公公记恨，之后送菜总说我这个菜不新鲜。不新鲜你不卖都不行吗？那倒好了，不新鲜他要罚银子，说你对皇室不敬，天天罚，天天欠，最后欠到了500两。俺家丫头这才做了这种傻事。那咱不给宫里送还不行吗？你不送就是欺君，还是要看脑袋的。就没人告这戴公公？你再一个卖菜的，凭什么告啊？凭王法。那戴公公就是王法。我女儿卖身，我连那银票都没见着。鲍月楼直接给了戴公公，说把账平了。这戴公公和鲍月楼走得很近。那谁知道啊？人都是大人物。从那以后啊，我就天天想进去看孩子一眼。我就想告诉孩子，说爹在餐前肯定把那叔叔呢。哎，把后门打开，让车队赶紧走啊！彻查后院，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啊！我帮。快点，快点啊！大人，我的私房钱。难道说说？我不害怕。你说这，哎，不用跪，我呀也是在利用你，不是帮你啊。儿子，我这有的银子我也进不去，他进门要门铁。快点，赶紧跟上，快点，快！我帮你解决。现在出船，走西北，横村草木生，三十花剑问，不对吧你？连3月，将龙华祥，思想，襄阳。小范大人，千古。这老头怎么又过来了？这个来干嘛呀？有模有样的啊！是吧？写真的呀！真像啊！全票，获得金钱。下一位追思者，上台追思。别董大，1000里，1000里。哎，来，追思者上台追思。
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大人，他遇见您啊，这真是他的好运气。宫里办菜书的戴公公，听说过吧？简书司的戴公公听说过，没见过。回头我得见见，我也见识见识王法长什么样子。大人若想往上爬，就得学会与光同尘，就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种人也配称作光？哎，光不光的，毕竟人家是宫中行走啊。老金头这样的事多吗？百姓嘛，早都习惯了。娘，我不困，我不想睡午觉。睡醒了就又可以吃晚饭了。晚上有肉吗？不能总吃肉。我还吃饭。有，睡吧。娘，爹和范叔叔为什么都从井里走？你爹和范叔叔回来的事情，不要和任何人说，知道吗？我懂，娘你放心，我去和三丫他们玩，都说我爹死了。那倒也不必。爹回来啦！你爹回来不用敲门。躲床底下。明天继续追思。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您托我那个事儿，问过我女儿了。她说新来被关起来的，她都见过，没有带儿子的。您放心，您找的那人他不在宝月楼。这人要是不在，线索可就断了。恩人，
你明天可以来试试。什么意思？我女儿说，楼里人啊教训过新来的，说明天白天东家要来。抱月楼的东家，那可是挺神秘的，没人知道那是谁。人有银子，如果见到东家，可以问问。哎，您女儿呢？怎么没跟您一块儿出来？他们是说500两只够2个时辰，让我用那500两跟我自己的女儿。他们要多少两？1万两。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攒出这1万两啊！而且那500两，我也没能要回来，孩子没救出来，您的500两我也给您搭进去了，我没本事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对不住你。别这样，您已经帮我很多了。那500两啊，不用还了，1万两我也给你想办法，放心。啊，我这就卖菜，还人钱。能活着就好。哎，大人，别过去！开嘴！你这是邹大人。收拾报关，闹事误伤，赔多少银子，咱们都认。现在如果冲出去，只会打草惊蛇呀！大人，刷干净，刷干净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！人命关天，一个青楼怎么敢？大东家才是罪魁呀！都走了，别看了，到了。人手活着进去的，出来就死了，这还有别的可能吗？可刚刚，咱也不在楼内啊。我明天一定会过来，我倒要看看这抱月楼的东家到底是谁。怎么下手这么重啊？老头先动到手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保不下自己。他女儿呢？看着呢，让人盯紧了，别寻短见。血冲干净了吗？都干净了。录给新的一样，咱们按照您说的，腰呢？楼内楼外啊，都用心清扫，保持一个以诚待人，以情感人。他家还有别的人吗？没了，就一个女儿在咱们楼里。送点银子过去吧，哈，让人多照顾，多劝着。多开导。你说人没了呢，他肯定是难过的，但断了念想，不也轻松吗？屁股，这手是鸡爪子吗？告诉那姑娘，老人的白事这楼里面就给办了，让这孩子好好努力，将来当一个花魁，回去扫墓，老人在九泉之下看着也高兴些。袁大家就是太心善了。再来一遍。腰呢？胸挺起来，漂亮。
哎，大人，按老金头所说，这简书司的戴公公那也是一丘之貉呀。但是您别着急啊，等您彻底活过来，咱再接着查啊。你看，怎么了？夫人，到处都找了，没人，会不会走进去了？不会，我家夫人知道大人回京都要守密。爸爸，跟他们家一样，什么呀？老爷老虎，你现在去没用，他们比我的命重要啊！你先别慌，你听我说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不是早就说了，咱们得赶紧走，不然我妻女将会有危险。现在好了，他们让二皇子给抓走了，你不让我慌，我能不慌吗？今天白天咱们眼瞅着一个人，他说死就死了。朗朗杨氏，平安无事。老王，我去了。大人小心，外面的事儿你多照应。是。放心，人肯定能救出来。今天相信大人。我说范无咎，哎，殿下，你还真天天看书啊？以前没见你这么夸张啊。春闱将至了，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。怎么，你打算科考？哪个读书人不想金榜题名啊？读书人还背着刀呢。习武是我逼不得已，我从小到大其实是个文人。哈，文人好，文人好，还能替我出谋划策。来吧，文人，帮我想想，王启年的妻子女儿怎么忽的销声匿迹了呢？回禀殿下，说来也奇怪，昨日我到了王家，眼睁睁看着母女二人进了家门，我冲进去后，你猜怎么着？人不见了，就没有其他痕迹了？上上下下我找了一遍，人不见踪影。现在回头想想都后怕，以为自己见了鬼。难不成是王启年跟范行回京，把人转移走了？您要这么说的话，就说通了。呆子，禀告殿下，王启年求见。谁？王启年？是，他一个人？就他一人。有意思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王启年见过殿下。
哪儿的有病？我买的。吃点水果。范闲在使团内是假死，如今已经回到京都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都被他骗了。他回到京都之后，一直在探查藤家母子的下落，如今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抱月楼。抱月楼是哪儿？九楼。藤氏母子跟抱月楼有什么关联？这个不重要。范闲得知抱月楼的东家今天要去抱月楼，便偷偷的潜入。如果殿下这会儿去抱月楼，一定能将他假死之事大白于天下，逼他入绝境。你不是范闲心腹吗？小范大人对王某有情有义，恩重如山。那你卖他？王某只求殿下事成之后将我妻女放回。为了家人，在王某心中，妻女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能信你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今日能堵住小范大人，我手里的人，你都可以带走。谢殿下。不就，那就陪我逛趟抱月楼。是。跟我走。哎，我鞋呢？鞋哪儿呢？殿下，不愧是范闲的心腹。你弃暗投明，范闲饶不过你。没得选。起来，起来！你有的选。只要今日抓住范闲，他这欺君的名声就算是定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到我这边来，他出多少，我照跟。谢殿下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就撕破脸吧。跟我走一趟抱月楼，都听殿下的。真不错。东家不常来，这可是你们少有的机会了。把交给你们的都使出来，真要是被瞧上了，那可是你们一步登天的机会。不过我呢，丑话先说在前面，谁要是犯了错，惹了祸，我记你们一辈子。姑娘们，可要加把劲儿啊！香姑娘，待会儿要好好唱曲，可不能净唱些丧气的。梦姐放心，三温不敢。你要多笑一笑，就这个笑，特别好。姑娘们，一定要好好想一想，该怎么用心做事。我这个楼啊，就靠你们了。
王先生，替我赶个车。殿下，还求殿下留小范大人一条性命啊！怎么这会儿替他求上情了？王某若不是为了救家人，绝不会出卖小范大人。你放心，我费这么多的事儿，不是为了杀他，合则两利嘛。谢殿下。不瞒殿下，王某驾车还是很稳的。咱们这条街和前后2条街都进阶了，您放心。嗯。来了。圆梦恭迎大东家。一会儿都别出错，新来的丫头被鞭子怎么抽，你们也都见过。都知道的。到时候他们哭天喊地，被大东家听见了可不好。不会，他们都在后院关着呢，有人看着，不让出声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路过后院，被护院赶开，瞧见了。哎，这好些都是被卖进来的，这谁家青楼需要这么多的新人啊？不是被骗进来的，就是被抢进来的，不然他们天天怎么哭成那样？你说咱们这东家到底是谁呀？这么狠的手段呢？别乱说了，命要紧。姑娘们，大东家来了！里边请。东家，哎，您来这儿，请坐。坐这儿，坐这儿。是这个，尝尝葡萄。我我这个，我这个好吃，好吃了。行了，尝一尝，东家，您尝尝。行了，干什么呢？我这都吃了一会儿，吃不吃饭啊？我先查查。大东家，账本可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咱要么用完宴再查呢？宴呢？这个呀，不还没准备好呢吗？啊，我先查查，哪儿了？现在。哎呀，这愣着干嘛？怎么不走啊？你都打我亮了。一个都不留？他们能帮我算，还是脸上有字儿？不听乐曲，看段五乐也行。我是看账本啊，还是看他们呀？行吧，让他们出去，好吧？我怎么缺钱呀？干嘛？你怎么不走啊？总得陪陪你啊，陪我啊？陪我干嘛呀？陪你说说话。说什么呀？你想说什么？甭来这一套，我懂。啊？我这查着账呢，然后你这儿跟我说话，让我分神，你们账里肯定有问题。那你可冤枉我了。
那病不死你就走啊！你跟厨房催催菜，我这饿着呢。我怕你寂寞。这么多账本在这儿陪着我，我能寂寞吗？我现在是天下最幸福的人。那你光查账多无趣啊！什么？你激怒我了。还有比查账更有趣的事儿吗？出去！我不欢迎你。我怎么激怒他了？还觉不错呢。走。那个有事找我？没事儿啊。去，说账本的坏话，真是烦人。范思哲，范闲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死不了，他们都说你死了，我怎么感觉好几年都没看见你了？小点声。哎，你不是出使北齐了吗？那使团没回来，你怎么先回来的？惹祸了？你是抱月楼的东家，看出来了，光我跟你说话，账都快算乱了。站那儿，看着我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抱月楼是你的产业？甭跟我这儿咬牙切齿的，眼红羡慕没有用，亲兄弟明算账啊！哥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整个抱月楼，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都出自你弟弟我的手笔。这抱月楼就是我，是咱老范家的产业。为什么要办抱月楼？那挣钱还有什么为什么呀？反倒是你还好意思问我呢？啊，咱这书局办得好好的，你跑本席去了，你什么更新？你都不更新了，人家的读者都催更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红楼都写不下去了。家里人知道吗？那倒是不知道，一直瞒着他们，想给他们一惊喜。所以这些真是你的想法，没人逼你。真的不明白你，那挣钱这么好的事儿，咋还非得有人逼呀？哎，你要不给我讲讲，我倒挺想问你的。你上北齐这么长时间，你是……我这，你疯了吧你？打我吧！这跟谁呀？这是？不是，上边不就东家一个人吗？怎么这动静？一草一木是吧？一砖一瓦是吧？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！你撩你！我这不行！范闲，我爹都没下过这么狠的手，你凭什么？抱月楼是你开的，我开的，怎么了？眼红？老金头的事怎么算？什么老金老铁，我都不认识。你别说那我不知道的啊！我早就忍你很久了，范闲。你说什么东西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叫人上来砸折你的狗腿？我还没叫人呢。范思哲，你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就跟你交个底。我是溜回京都的，还惹了祸。你现在出去说一声，说范闲在这里边，我就完了，比断腿惨，说不定命没了。甭跟我这儿卖惨了，真以为我不敢叫是吧？行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这仇你得自己报才痛快。去吧。好，你有难了啊！等着啊，别动啊！来人呐，快点！给我过来！
咱还剩几个？咱家这300勇士呢？都进来！过来！怎么了？咱们家这仗这么乱？哟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东家，您刚才说要打断谁的狗腿？现在翻！谁？犯什么呀？谁呀？桌子的腿儿。饭桌子啊！饭桌子！哎，不行！刚才让他伴我摔一大跤，明天把他给我改成茶几儿。茶几儿？不是。你叫的人呢？你刚才说，我要是叫人上来，你就死定了，是真的？真的。我这可算救你一命啊！先放你吧，不过你也别高兴，我还生着你气呢。你凭什么打我呀？哎！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这真气，最近总出岔子，刚打你的时候一急，就乱了。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好意思什么呀？滕家母子是你抓的？什么？谁？滕子京遗孀。我抓哪儿？抓鲍月楼来了？不可能啊！那老滕跟我关系也不错呀，我能干这么缺德的事儿吗？你不知道？不是，谁跟你说他在我们这儿了？有证据吗？有人看见了。我问问啊，回来。逼良为娼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哪儿跟哪儿啊？我们抱月楼是个风雅之地，不是青楼吗？你气死我了！我好好跟你说的说吧。你是以为抱月楼是青楼啊？你想啊，要是在京都开青楼，老牌的青楼就3、5家，咱们再干这根本就不新鲜。咱们又刚刚入局，跟人抢生意怎么抢？所以必须得另辟蹊径。况且退一万步说，咱们老范家的孩子开青楼，传讲出去，爹不得打死我？那刚才那么多姑娘都是假的？那是真的，不是，但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别想歪了，他们不是做那个皮肉生意的。我找的这些姑娘啊，一个个必须得是知书达理、多才多艺，琴棋书画呀、诗词歌赋，样样都得精通。毕竟以色于人，终为下乘。我的目的是把抱月楼打造成在纷纷扰扰的京都唯一一片净土，让这些个文人骚客在这里寻找到内心真正的知音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独一无二。老金头的死，你也不知道？老说这老金头，他到底是谁呀？还死在我这儿了！我这买卖刚开张，死了人，我生意做不做呀？是哪个对家这么败坏我呀？我给他当面对质。就没什么人进过东家的房间？没有。就这么自己摔了？啊！
怎么了？看看你伤怎么样了？你半天也没看呀？这不得着会儿吗？万一打扰着你。行了，并无大碍。走吧。不用送了。哎，需要我？确实需要你。你说。等会儿了。啊。我刚才仔细的想了想你说的那些个谬论，倒是还有几分道理。少爷，我自己坐在这儿看账本吧，确实是有一些无趣。你看，这一跤把翘儿给摔开了。成长了，哈哈。这个，刚才那儿有一个个儿挺高的弹琵琶的那个姑娘，还在吗？把她叫上来，给我弹奏一曲，我欣赏欣赏。红袖添香再好不过了，光要琵琶吗？来一套乐器。多的不要，只要琵琶。等我，不用送。可要记着我教给你的啊！待会儿呢要多笑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岔子，听到了吗？我跟你讲，丑鸭子变凤凰，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啊！可不能出岔子。好，我看挺好。进来吧。你干嘛呢？这会儿还不需要你。等会儿啊，完事儿我叫你。嗨，被你发现吗？我就猜到了，夏夏。不送了。快下来。是他吗？桑文，桑姑娘。哦，桑姑娘。我问你一个事儿啊，这抱月楼到底是什么所在？自然是青楼啊。怎么能是青楼呢？你是东家，你不应该清楚吗？哥哥，这个我是真不知情，这都是袁梦一个人操办的。你自个儿的买卖，平时自己不来。我只有查账才过来，平时我也不过问。哎，我又不喜欢唱跳。我问你啊，桑姑娘，那这个地儿逼良为娼是真的吗？人就关在后院。哥，我一定给你严查啊！明查呀？那可不我查了，我被骗了呀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你是东家，你查说得清楚吗？哎呦，我说得清楚。我说你们俩查，你坐近点行不行啊？折腾谁呢？反思者，能耐了是吧？啊，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都是你的，你的产业。哥，其实吧，我承认刚才我说的有一点点吹嘘的成分。说吧，在哪儿雇的这个袁梦？哦，他不是我雇的。你不是东家吗？东家不止我一个。还有谁？咱们最近赚钱了吗？自然是赚了。我就说嘛，赚多少啊？大东家在里面查账呢，要不你跟着进去看看？表哥到了。表哥？这二东家管你叫表哥？啊，他是我娘那边的亲戚。哪家的孩子？皇家的，皇室子弟。我娘跟宜贵嫔他们不是堂姐妹吗？所以宜贵嫔的儿子跟我应该算表兄弟，没错吧？宜贵嫔的儿子
三皇子，爱我表弟啊。小范大人，要不我先出去吧？哎，干嘛呀？我不敢听了，我怕知道的越多，活得越少。你还是先坐吧，该听的不该听的你也都听见了，已经晚了。啊。这帘子颜色也不行啊，尤其是这飘带。那您觉着换成什么颜色好啊？蓝的吧。行。哎，别，粉的好。那就粉的。紫的好像也不错。那要么紫的。最好3个颜色都有，混在黑色里头。乍一看是黑的，仔细看，蓝、粉、紫3个都有。换成五彩斑斓的黑。啊？这个烛台也不行，不好看。换一个粗壮大气一点的。好。还得带一点细小轻巧的感觉。换又粗又细的烛台。二东家，大东家在上面查账呢，您要不要也上去看看呀？不急，开着抱月楼啊，赚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赚钱。他刚才说那句话，你听懂了吗？现在的银子不好赚了。还没懂吗？哎，从头给你们讲一遍。他其实就是为了面子，啊！他不管开什么买卖，做什么生意，只要能挣钱就行。能挣钱呢，就证明他有眼光、有实力、有能力。回到宫里去呢，就给他娘露脸啊！不是，他在这儿开个青楼，想在他娘面前有面子，这孩子怎么想的？哥，我不都说了吗？我跟表弟，我们俩都是让坏人蒙骗了，我们不知道抱玉楼是干这个的呀。倪桂嫔就没多问。表弟跟我一样，都想给娘一个惊喜。那他是在哪儿雇的这个袁梦？我是真不知道，你老揪着这圆梦不放干什么呀？你还没明白？这不跟这个颜色撞了吗？这红的，你把它改成换紫的啊！换这个不对，那个就是他粉的好吧？好这儿换黑啊，过来。好。这个也不行，这个换成紫的。不，那个这颜色有点撞，不行。还有不少地方能改，我想想，回头一块说。好。哎，表哥在上面呢。大东家细心，一个人在上面查账。他一个人查账，还有唱曲儿的陪着。表哥一直不喜欢听曲儿。走，去看看。你慢着点儿。表哥，我进来了啊！进来吧。不是听曲吗？怎么你唱上了？你不说我还不生气呢。你们这怎么教育的呀？啊，这弹的还没我好呢。回去再练练吧。啊。刚才怎么跟你说的？这点事儿都做不好。跟你下去。当年我在流清河当花魁的时候啊，这琵琶呢还是我弹的最好。起来。站。那你待会儿想听呢，就喊我。哥，我也会，要不我给你唱两句。别跟我捣乱了，这你从哪儿找的人啊？你是哪个？